行政长杜英泰今日是去到立法院报告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，是搁再发声，望调立委会当徛伫咧百姓立场。也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奇是甲转倒啊，批评杜英泰是干那要做事。杜英泰嘛甲口说讲，我安尼敢算是藐视国会？确有自爱难行之处，严重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机关权限行使，甚为巨大。若被做伙通过立法院职权修法，行政院提出复议案。杜英泰伫咧19到立法院说明6项理由，强调国会职权修法抵押难行，希望调解立委徛伫咧人民的立场，向历史负责，两院做人合作。验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伫咧质询时阵，针对国会改革修法过程，反质询，甲杜英泰一句来一句去，过程中佫就变转倒啊。这是国会，如果你国会了吗？不是行政院长，如果你的水平是地方议会议员，你可以这么做。所以，卓院长，请尊重你是行政院长。鲍坤奇批评民进党伫过去要求前总统马英九到立法院一问一答，怎么煞反对？杜英泰反驳讲，就是无适当才无通过。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伫质询时阵是批评行政院复议的理由，用刀卡散播假消息。也不管杜英泰过了边插话，现场气氛假败。怀疑就把他送去法院，是，但是这个怀疑送去法院就会可以行责哦。这个怀疑就是主观的认定，立法委员不是检察官。民进党在国会改革没有办法拿到100分，因为当时的提案有违宪之余，没有人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。黄国昌指控民进党8年来拢无做到国会改革，吴思瑶是反驳讲。自2016年开始就败审相关法案，这就是大家批评的黑箱协商。伫改革了需要暂停直播，重申国会改革无讨论就不是民主。这波的阻挡运动还没有完成，让台湾的公民力量再把这个空间撑起来。针对立法院2月就复议案要进行表决。民间团体就到连续3天，未再一遍发动青鸟行动，验过国民党也就那英一结，警方担心会发生冲突，已经加强戒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